鴻蒙應用啊，澳門嘅原生鴻蒙應用5.0嘅應用，澳門找房，今日又見到一個新嘅原生鴻蒙應用上線啦。即係而家澳門有呢個第一個應用啦，即係一個啦，跟住奧覓有一個啦，巴士報站有一個喺奧覓，我用緊啦，都幾好用。應該係第一個推出鴻蒙版先嘅，跟住一步一步就有巴士報站啦，跟住近排就有一個推出，上個禮拜推出 M-Pay 就夾埋呢個澳門找房就總共有4個 app 啦，而家就好開心。澳門越嚟越多嘅原生鴻蒙應用，希望更加多一戶通啊嗰啲澳門嘅原生應用，配合國家大方向發展，好開心啊！又同大家分享到呢個。